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有一间向政府合法来登记的互助会，全盛时期，全台湾的会员有1万多个，讲来传出着财务的危机。本地讲会员每个月纳2200块，死亡7天后，家属会当摕回本金甲利息。但是最近有死者的家属要去申请，竟然讲2年后才会当摕到钱，这家属真不满。还阁咧纳钱的会员，原来真惊讲到时会摕无钱，大家小招到互助会去抗议。这互助会理事长讲，因为招募新会员，这个互助会收无够用，将会召开着会员大会来讨论要安怎甲钱还互大家。 23位民众伫抗议，因为本来契约有写讲会员伫死亡7天后，家属会使摕回本金甲利息，因为即马互助会却讲要等2年后才摕到。2年后，带着身份证、印章来领钱，这样子而已啊，都没有什么保障啊。我的总共是60几万，缴了11年。 这间有向政府合法登记的互助会，上济时全台湾有万外会员。入会办法是，逐个月纳2200块，会员若死亡7天内，会算本金甲利息发入家属。因为即马有人申请，敢若摕到一张白纸，且讲2年后才有法度领钱，有的会员唔敢去纳啊。我缴12年了。现在这样子，你会还想要缴吗？不要。 互助会理事长出面配合讲，无钱是因为无新的会员加入，逐个月拢有会员死亡都要付钱，无够用再用排队的方式慢慢来行。我们每个礼拜都还有在发款啊。现在你们发的是什么时候过世的？9个月以前的。是讲嘛是今2年后互助会钱共款摕袂出来，经过讨论，理事长讲会开临时会员大会讨论讲，敢要将互助会储备条直接将钱还给会员。